安平郡王郑成功历史。1624年伫日本出世，因阿母是日本人。1645年见皇帝了后，封尚书国姓，改名做成功。迄阵大家叫伊做国姓爷。1647年立志要对抗清帝国，恢复明帝国。1658年封做安平王。1661年3月23，郑成功为金门出兵来占台湾。1662年，荷兰人离开台湾，因伫遮占差不多38冬啊。郑成功伫台南赤坎遮设升天府，成做行政中心，阁设天兴县、万年县，伊甲台湾合做东都，甲夜兰遮城改名做安平。伊5月初8伫安平过身，39岁。1875年，辛宝正甲丁书奏请，要伫台湾设专祠。开山王庙买手就改做安平郡王祠。